台南最近这校园附近出现误落的这个休闲场馆，引起家长的烦恼。为了要加强管理，这次政府订定台南市休闲娱乐的自治条例草案，规定这个夹仔机、棋牌馆等等这个场所。不过，议会是质疑讲，这草案规范无够严格，要求특案重新检讨。 台南市北区这间公社，短短200公尺内有棋牌休闲馆，东区嘛伫巷仔内有设这款场所，拢伫学区范围内。过去捌有休闲娱乐、钓羊头被告白，内底头做交警，互警察掌着。为了加强管理，台南市经法局订定台南市休闲娱乐事业管理自治条例草案，送去议会审查。不过，侪议员质疑规范无够周全，要求특案。家长嘛认为政府爱严格把关。我会比较担心小孩子他上下学看到会受影响啊，也会担心那个治安问题这样。应该爱甲夹娃娃机、甲麻将、德州扑克、甲棋牌分开来讲，这个佚佗算麻雀的，你伫年岁限制，是不是得爱有较悬的部分？我们自己台南市之前就有订定自治条例，就是针对电子游戏场的1000公尺嘛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沿用？就是说有这个赌博性的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自治条例1000公尺。这条台南市休闲娱乐事业管理自治条例，一方面是规范业红仔机，另外一方面是规范休闲活动场馆。此案规定，业红仔机店爱离学校50公尺以上，那棋牌、德州、棋子棒场所爱离学校200公尺以上。不过，议员认为这距离根本就无够，嘛建议爱定入场年纪限制，检测重量管制。市府回应，这部分会搁内部建议调整。要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进入，还有要不要把自治条例拆成2个自治条例来做相关的规范？这部分，我们会把自治条例先撤回。 然后来广泛的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，然后内部做充分的讨论。针对以白丁性这个场所，这阵草案内底6则会讲，台南市长黄伟提讲，市府后续会搁办公听会，听学校甲家长有意见，补足相关的配套，才搁重新上线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